宽容恩典，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，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，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，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，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，一切尊贵荣耀，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。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共读的经文是尼希米记4章1到14节。本章节的内容告诉我们要兼顾信心与祷告。尼希米鼓励人们不要惧怕仇敌的攻击和讥笑，而是要将目光转向上帝，纪念他的全能和信实。这是需要透过祷告来支取力量，并且依靠上帝的力量来完成建造的工作。现在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经文，尼希米记4章1到14节。尼希米胜过阻挠他工作的人。森巴拉听见我们犹太人已经开始重建城墙，就非常生气，并且嘲笑我们。他在同僚和撒玛利亚军队面前说，这些虚弱的犹太人在做什么呢？他们想要重新建造这城吗？他们以为借着献祭就能在1天之内完工吗？他们竟想从烧毁的碎瓦堆中找石块来建造呢。亚门人多比亚站在他旁边，也附和说，他们能造出怎样的墙呢？恐怕一只狐狸都能踩倒它吧。我祷告说，我们的上帝啊，听他们在讥笑我们，叫他们的讥笑落在他们自己的头上吧，让他们的财物都被抢走，让他们像囚犯一样被掳到外国去。求你不要赦免他们所做的坏事，不要忘了他们的罪恶，因为他们侮辱了我们这些正在修建的人。于是我们继续重建城墙，不久就建到一半高度了，因为人民都热心工作。森巴拉和多比亚以及阿拉伯、亚门、亚实图的居民听到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进行得很快，并且城墙的缺口都修补好了，就非常气愤。他们一同阴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制造混乱。但是我们向我们的上帝祷告，并且派人日夜守卫，防备他们。犹大的居民有一首歌说，工人的力气越来越衰弱，有那么多的碎瓦要搬，我们今天怎能修完城墙？我们的敌人以为我们看不到他们，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要等他们到了这里，杀害我们，阻止我们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。可是住在敌人当中的犹太人已经一次又一次的来警告我们，敌人要攻击我们的阴谋。所以我叫民众武装起来，佩戴刀矛弓箭，以宗族为单位，分派他们守在还没修完的城墙后面的低洼处。我巡视后，就对民众和他们的首领、官长说，不要怕敌人，要记住，主是至大可畏的，要为你们的同胞、你们的妻子、你们的儿女和你们的家园征战。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警醒守卫。警醒守卫。尼希米记4章1到14节给我们的启示，在1至3节中看到仇敌的愤怒与嘲笑。
森巴拉、多比亚等外邦领袖看到耶路撒冷城墙被重建，心中大大的愤怒。他们公开羞辱、嘲笑、贬低犹太人的能力。多比亚甚至说，他们所建的城墙，就是狐狸踩上去也会倒下。此章节给我们的提醒是，做神的工一定会遭遇阻挠，无论是重建生命、家庭、侍奉、教会，仇敌都会使用嘲笑、批评、攻击、扰乱，甚至恐吓来削弱我们的心智。而我们要警醒的是，抵挡通常不是因为你做错，而是你做对，做神的事情。因为仇敌通常会利用言语的攻击，还有心理的影响，企图让神的子民来灰心。因此，不要被嘲笑与否定击倒。要知道，敌人嘲笑你，是因为他害怕你做成神要你做的事情。在第4至5节中看到尼希米的祷告，尼希米没有与仇敌争吵，也没有反击，而是立刻祷告交托神。他把仇敌的侮辱带到神的面前，求神亲自处理。此章节给我们的提醒是，仇敌的招数就是使人灰心的语言战，再从外面的攻击到进入百姓的耳中，从而转变为内心的灰心。我们应该要靠着主，时时提醒自己，因为灰心比仇敌的兵器更为致命。当我们遇到攻击或压力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祷告，而不是冲动的对抗。在很多的时候，不是外面的攻击打倒我们，而是我们觉得累了，感觉没有希望，是听到负面的声音太多。因此，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时时警醒，不要让灰心占据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意念。在6至9节中看到重建城墙的工程进展与压力，百姓专心做工，城墙很快修到一半。仇敌看到进度太快，开始联合起来计划要攻击耶路撒冷。此章节给我们的提醒是，做一位属灵领袖应该有的典范，如同尼希米的反应。第一，先祷告，这是属灵的反应。第二，再采取行动，这是实际的措施。第三，不停地鼓励百姓，这是领导者的职责。当神的工作开始有进展的时候，仇敌的反扑就会加剧。尼希米在面对外部仇敌的攻击与侮辱的时候，做出的反应实在是我们的典范。千万不要以为攻击是失败的记号，有时是神工作被推进的证据。因此，我们更要学习尼希米的反应，先祷告，再采取行动，彼此鼓励，坚守信心与勇气。在第10到12节中看到，百姓内部出现灰心，建造者感到疲乏，说工作太重，瓦砾太多，困难太大。住在敌人当中的犹太人不断传递外敌的威胁，恐惧感扩散。此章节给我们的提醒是，神的工作需要祷告加预备，双轨进行。当外患再加上内忧同时出现时，正是属灵工作的最大挑战。尼希米不是只祷告，也不是只准备，而是手一边拿修筑城墙的工具，另一边拿抵挡敌人的兵器。这象征着属灵工作与实际的预备是同时并行。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要重新对焦在神的身上，不是看敌人，不是看瓦砾，而是看神的大能。最后在13到14节中，我们看到尼希米的策略与勉励。尼希米安排百姓按家族站在破口，手拿兵器守卫，然后站起来勉励众人，不要怕他们，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，要为弟兄、儿女、妻子、家园征战。此章节给我们的提醒是，神叫人记住的是他自己。
我们看见尼希米不是说纪念你们的能力，而是说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，是纪念神的大能。当我们的眼睛注视神，而不是注视敌人，那恐惧和害怕就不会吞没我们。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松散的，而是需要警醒战斗的属灵征战。总结尼希米记4章1到14节的重点：当神的百姓起来建造，为家庭、教会与神托付的使命站立，仇敌一定会攻击，但神呼召我们，当以祷告、警醒、信心与勇气，纪念他是大而可畏的主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那位大而可畏、蛮有能力的主。当我们像尼希米的百姓一样站起来建造，你知道仇敌的攻击、嘲笑、谣言与恐吓将从四面八方迎面而来。主啊，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很多时候压力、疲乏、瓦砾般的困难会让我们心中灰心，失去力量。主啊，求你教导我们像尼希米一样，不被环境挟持，不被人的话语击倒，而是先来到你的面前祷告，把一切交托给你。愿你赐给我们有清洁的心，求你在我们里面重新坚固那起初的信心与火热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纪念你，纪念你的伟大，你的信实，你的保护，而不是盯着仇敌或困难。当恐惧临到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在前头为我们征战，请你坚固我们的手，让我们一手建造，一手持守，在属灵的征战中不退缩、不妥协，更不放弃，守住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家庭、家人、教会、侍奉还有使命。主啊，愿你在破口中建立我们，让我们在最软弱之处经历你最刚强的能力。愿你坚固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勇敢站立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你必保守你的功完成，你的旨意成就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Amen。